咱合作环境已经上到咱近期131点吼，131点，131吼，132啊吼，127啊吼，当然，因为合作环境的贡献，这是因为合作的性质地位吼。咱地方透过着1230年前，咱合作规定，用着伊国际地位来开辟一本合作环境，互咱后世人会当透过着这本的经验，来了解咱修学道的一个方向。咱修学道基本上来讲起，是一个内心世界，免去做一个提升，内心世界免行出着一个正向的这个方向。如果咱修办道了解，若要实在去了解真正咱修道这个方向目标，咱人生敢若讲起来是叫做懵懵懂懂。那因为做规律，就是要你了解。因为西方世界伫对一个所在，这是一个过去咱规矩书咧侵略做规定的道理。所以呢，因为咱进前讲到内外并贴，不以西方不作此修，如何得辟？来讲，因为咱今日会当按照着去守道。三业，贪嗔痴，不靠两舌，妄言异语，十得用这个十福业。十福业拢伫咱内心世界。那内心世界内底当中，上界歹看，就是咱贪嗔痴。对贪嗔痴产生不靠两舌，妄言异语。对咱贪嗔痴产生了十得用。拢对这个产生出来。换一个解说，十福业，就是伊的根源就是贪嗔痴。所以过去，观世菩萨讲一句话讲：昔日所作诸恶业，拢来自于无明贪嗔痴。这过去观世菩萨来讲，那咱人生来到这个世界，这个贪嗔痴是伫咱道成业。总伫咱角色当中，你一世一世一直拖到这世，但是拖这世，先啊拖到这世，因为咱到这个物件，因此咱一直轮回落。但是因为咱这届在这个必然破坏的这个时阵，咱要透过着一段的思想，伫咱内外相修的这个意境上，要断断了咱内心。这三道，这是一个足重要的物件。所以因此当中，咱若做规定，找着顶关节，甲咱这个解说如何要化除贪嗔痴。那下底这段呢，就是因为当时咱知影，因为规矩书带了1000多名来咧听做规定所发的时阵。所以经过了做规定解说了后，因为大众文说，咱就这段咱大家咧这个唱一遍吼。大众文说，了言见识，世界礼拜，现在，呛言，好愿。发界众生，闻者一时误解。这个当中呢，就经过了做规定，而且解说过了后，大众论述，就讲经过这一人讲过了后，这大家拢了解，了然见识，了然的意思叫做当下意思，了然换一个解释叫做了解，明了这个意思。所以世界礼拜，
因为大家既然了解西方的这个世界，原在是看到咱这个人生、人间。西方的世界，地角的恶道是拢伫咱这个心地里面。其实人家讲起来，毋是作遥远的物件。咱拢认讲，西方是作遥远的物件，地角嘛是作遥远的物件。其实西方地角是伫这个心的分别。那因为世界礼拜，就讲因为听到了做会员啊，安尼一结束了后，大家拢用着即种的迄个即种的大礼啊，礼拜就对人做会员，嘛一个定礼，换一个解说，就是对大师啊一种的这个定礼对了吼。那有读，这个有读就是讲大家。有足，大家拢足感叹，这个叹就是叫做喜叹，足欢喜的。因为原来今日西方毋是足遥远，地角毋是足遥远，10万8千里，远2000里，近400周岁，毋足遥远。现在，这个现在，就是因为咧赞同的意思，对六祖为言，因为伊虽然。是一个毋捌字的和尚，但是可是因为伊会当透过伊的发展力，当然讲出了西方极乐的世界，甲地角六道轮回众生贪嗔痴，这物件完全是拢伫即个心来做一种的来发端啦吼。普愿发界众生啦吼，这个意思，普愿就是讲大家，普就是大家意思。愿就是互大家，愿大家发界众生，咱今日会当学道，会当修道，咱嘛即个发界，拢是发界众生。那咱伫发界众生内底当中，文者一时无解，当然今日修学道上太重要，就是咱即个心一定要拍会开。咱即个心的世界若拍袂开，安尼叫做。安尼叫做啥？叫做关闭啊，闭就是讲迄个关掉咧。迄个开悟，文者一时无解，就是开悟意思叫做开。当然，咱这个心是安怎袂开？咱这心的袂开，就是咱过去咧讲，有这个五质白条咧，这个五质白条咧，这个白就是讲。咱把咱这个心关掉咧，啥来关掉咧？因为咱今日所想的，咱所看，就是拢执，拢叫做执无执。执就是我个人的看法，而我看个人看叫锁掉的，这叫锁掉的。锁住，咱这就叫锁掉。咱锁里对，咱锁里咱的意见，咱锁里咱的看法。来设立咱的指标，所以一切天龙拢来自于个人的这个心念，所以那会心念转个弯，生命就无限快。心念去转弯去，文者一时开悟，这个意思是讲，咱当家里修办落来，咱伫这六道轮回一直来当中，就是因为咱无法度通跳出六道轮回。就是因为咱叫执掉的，咱叫拔掉，咱叫锁掉的，所以做侪人咱来，所以来一个讲，你这人才固执，你这人才执着，固执甲执着是锁掉的，所以咱看袂开，识袂透，咱放袂下，咱把这个世界众生啊，这个叫世界，这叫世界，世界众生，换一个解就叫做气界，气界。世界叫做气界，气就是讲一种气负的物件。这个气负的物件，这世界的物件，这拢是毁坏的物件。刚才讲的，这是就叫做气界，气就是讲机器的物件。这机器歹袂？这是毋是世界？有形有色的物件是毋是世界？这拢会歹。因为咱讲，因为离气界甲世界，咱拢看这相，这叫做相。这叫做相，
咱无跳不出着这个啦，这个相，所以嘛，就来讲，凡所有相，还是无，就是讲这个道理。凡所有相，伊无实在。但是因为你若毋是透过着一时无解，你若要用你的智慧去看出这个物件，因为真理的世界是无常的物件。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比喻，你今日你有爱恁太太，你有爱恁先生，有阮当然有，但是迄个爱你才袂了看啊。哦，迄个爱要安怎去起来看？迄个爱叫做哪？叫做感受，叫做感受，是毋是叫做感受？感受，迄叫做感受。你的感受，人与人的感受，我感到我受，我会产生我一种个啦，迄种个感觉，迄种感觉。我比如讲啊，很冒昧，咱讲一下。我借你这比喻啦你有恩太太无？但是太太，你一年外前叫转去了后，他的这种感受，他这种感受，是不是人知影？伊知影。这个感受好受无？这个感受是很难受，但是这个感受是无形的物件，就是因为你感受到咱的感觉。这个受力来感觉这个痛苦，我就会变的时阵，变成一个迄个受了这个叫冰球一样，伊一个小麦叫等，小麦叫等，了后因个小麦是若要讲起，讲面对一个国家有那个做大事，因迄个先生，迄嘛是因为因个国家嘛是做大事，但是因迄落有。政府种种拢有给互做大使，但是因为我听讲，因为因这个先生当时有这个能力，是拢有这个太太来甲伊帮助。比如讲，因太太伊要去过演讲，我演讲就要甲写稿。因太太的贵宾，伊有开3间学校，3间4间学校，因太太年龄嘛差不多。所以呢，伫迄个当中。因太太无定去参加一个宴会，就叫死去。叫死去了后，迄个心肌梗塞叫死去了后，我亲接着伊先生。伊讲，我太太叫转了，我哪像一个小人？我嘛毋知影，因为我过去还要出去写稿，要出去演讲，我太太去写稿。我出去，我外口的衫裤，我太太也准备去啊，含一条手机，伊嘛捌只只错势去啊。但是伊转去了后，我毋知规个毋知要怎变成对不对，我毋知安怎做。迄个感受，因为因暗时啊，分袂听分去，听分去。我有够喙重，我听分，迄是伊亲嘴讲我听。一直一个念头，我要去找即个无当找，无当去找第二即个。一定即种物件，当然，伫迄个过程当中，我听讲啦因个囝爱陪阿姊妹，囝仔去自杀，迄种的感受，即些人会当去感受，真正迄个感受是唯有当事人才知，但是即个感受有形有相无，无形无相，搁换一个角度感受，足欢喜感受，有形有相无，就是心灵的世界。唯有你个人，你个人误解着你家己对个心的意境你拍开，你看开，那安尼当中，大家会当行出来。无叫即边迄个所在，那是一个非常的痛苦啦来，咱即啊，回家。因为这段当中呢，因为敢知道？这段啦咱过来读一遍啦伊讲书言显地性，欲欲修行，在家役必，不由在师，在家灵行，
东方人的心弦，如東方人心弦，在世不能休，在世不休，如西方人心惡，如西方人心惡，但心清淨，但心清淨，即是自成西方。即是自成西方。歸功有文有溫，歸功有溫，在家如何修行，大家如何修行，願為教授。願為教授。書言修行。我有大眾，說無上上，我有大眾，說無上上，但依處修，但依處修，相污我當存別。常有我當處別。若不作處修，若不作處修，剃髮出家，剃髮出家，無德何益？無德何益？當然，這是咱知影，伊個人做規個繼續解說。伊講雖然咱大師人做規個繼續講吼，善知識這個善知識是最大眾的一個稱呼啦吼，嘛是咱常講最大德各位大德，咱講善知識吼，若要修行在較一定，咱若要修行，離咱嘅存就較修會當得。好，在世不如在世，在家人行如心弦，在世不修如西方人心惡。這段應該做一個解說。這咧講講，伫咱修學過內底當中，其實都毋是伊主要嘅所在，都是伫你當下所在。咱過去拢知影，咱若拄着一寡家庭問題，阿某袂好勢，還是囝兒事業無有效，還是咱拄着足大坎坷，咱就是講，要來剃頭來做尼姑，要來剃頭來做和尚，攏迄叫做逃避法，叫做逃避法，叫做逃術法，迄毋是面對伊，毋是面對伊。這個出世法來逃術，所以叫做逃術。對我來迄個所在較清淨，我來迄個所在較無重要，聽到佛聲，聽到誦經聲，聽到看到這物件，當然講迄個心去忘記着迄物件。其實若要甲講起來，咱看啥去做比喻？離佛教咧修行，離妙師咧修行。到參詳，咱今日去教練場，還是去考試場咧考試？安尼聽有無？我相信講咱在座，大家有去來教書是真濟。咱去到教練場，迄是一個規矩，上坡起步，路邊停車，還是要紅燈，還是啥物物件，一步一步安尼行。你若會當照着伊規矩行過來。安尼就管理這條啦，教書這條，安尼叫做考過變了。但是你考過這條教書這條哦，你無代表你敢出來加市路行，你敢出來開車？伊人講，雖然講你是照伊個步路開出來，但是你袂開車，咱足濟捌考着駕照人敢開車。哦，所以。華語迄個大家拄着，考着駕照，無開車攏創風氣攏記點，因為中國大陸你若比如去商場，扣12點，就愛扣偌濟錢，你若超過幾點，駕照就叫扣平就對啦。迄就是攏提出來種扣點爾。扣點你聽無？你講我都考一條駕照，咱摕我扣一種扣點安尼啦，伊攏是咧差不多做這個方式。所以伊本身嘛袂開車，但是因為我的意思咧，比如就是講，咱今日真正修學到，真正功夫是對流出來，真正功夫是咱街頭路行流出來。你進入迄個街頭路行，足濟少年家，伊是無一個駕照，你無代表伊會開車，無代表伊會開車哦。摕着駕照，因為要出來，因為伊迄個教練場也好。考試場也好，伊無一隻狗仔進來哦，
伊要一只耳朵仔偏过来哦，伊要一只青里面撞过来哦，伊要一个人里面撞过来哦，敢无啦吼？二项拢无，但是恁今日推出咱的街头路项有啊哦，迄个人向要甲伊撞来啥？迄只耳朵仔向甲伊偏过来啥？迄只脚踏车甲伊偏过来知影？到尾十二路人向要撞你知影？迄拢毋知影，迄搭真正难。但是咱今日去别人的提出，在家修行，都是因为你在家里出家，在家在家而出家，因为在这个家庭，你今日你这个环境你面对什么物件发生？比如说，你去到庙寺，你做和尚一定要甲某离婚，伊做和尚一定要娶某，做尼姑嘛袂使甲伊结婚，所以上海头话术。伊讲伊要修行，一定甲因某去办离婚，因某为着要去办离婚无怨叹。当然，伫 YouTube 你甲点了看，你就看到这样物件，一定有那离婚。那伫迄个环境的内底当中，因强逼着安怎？你一定爱，一定爱，一定袂使结婚前，迄叫做因菩萨的解决。但是一般的地主内底当中，会在看车会当带主，但是看车带主当中，你想讲阿某虽然是阿某，若要娶甲这个小爱的，会晓，你阿某内底当中互相相磨，互相相克，真正咧互相成就，咱的囝儿的事情，为囝儿的事情，记着，咱若生着好的吼，后面动物。若生着迄个会食饱的吼，若生着迄个讨债呢，你应该气你就死啊！免哪修理啊！而这个社会环境，咱今日第一个比啊，咱就业本来要抬啊，咱就业本来要讲啊，咱业都要抬啊。到时咧，所以这个环境的内底，这是一个呐，这是真正的修炼。我哋修炼的环境，如果你面对着这样复杂的社会，这样复杂的环境，你要怎么修炼？我就鸵鸟心态，我就头长了后，师傅讲开就我紧啦，安尼敢毋是修炼？安尼修袂成啦，啥修袂成？修到毋是安尼修成的啦，修到就是因为，咱我常讲，眼见心不乱，耳听心不烦，眼见。目睭看，心袂乱；耳孔听，心袂烦。你庙寺咧修行，就是眼不见，心不乱；耳不听，心不烦。你因为庙寺，伊叫做目睭若无看，我心就袂乱；耳孔若无听，我心就袂烦。迄叫做道色。如果你在世当中，这个环境无修的环境呢，叫做眼见心乱，耳听心烦。目睭看，心就乱；耳孔听，心就烦，互伊气死。连讲我的受理，连讲你的受理，搬来搬去，搬来一大堆。所以三项的处境，第一项叫做无修的众生，第二种叫做入去到庙寺，剃头做尼姑，剃头做和尚。我若目睭无看着，我心就袂乱；耳听若无听着，我就袂烦。就翁某无烧烤，就逐个办离婚。无结婚咧，有结婚我会办离婚，无结婚咧袂使结婚证，这应该立法高会解决足清楚。毋过咱一般的地主内底当中，叫做眼见心不乱，耳听心不烦，这三种修学的功夫内底当中意境相反。你要走对修炼，所以若做人家来讲，若要修炼在家，亦贵为在世。咱各位，咱个想看咱个修倒是修这粒心，这粒心若无活，这粒心若无练，无活，咱这粒心作水了。听一句话咱就倒安尼，听一句话咱就袂堪一安尼。你堪你就甲你回球啊！你讲你境界偌悬，苏东坡上悬啦，去互人家讲一个放屁尔，大尾敢去啊，偌悬。称机毁誉，利衰苦乐，在八方全不动啦。咱各位，有苏东坡
学问有苏东坡伊的意境无？我相信咱而家无一个比苏东坡意境较悬。北大这个大学甲其中一个，这是一个真正有水准，但是伊厝的人的读册。所以你甲想看，这个是咱这个心，咱这个心化取了。伫修行的内底当中，要安怎真正这条心要安住好势？这毋是不断，不断的接受，不断的考验，修，不断的接受，不断的接受。你有法度接受，咱来想看。人可能你厝的你接受得到的，你真的得到的。我昨听见讲一句话，喂，恁听了了，会知也知影。我一百当中教你修行，要讲批评啊，足简单；要讲批评足简单，我一支嘴撇就出去啊。但是你修的人这个功夫，你听有无？你修的人这个功夫，毋是安尼简单。所以咧，家己爱学前辈者，给即种的北方，学前辈者即种的度量，学前辈者即种的即种的境界。但是要有这境界，毋是安尼简单。但是咱会记一句话：，你这个环境，就是咧就是幸福啦。就是若无这个环境，咱袂成就。咱好过是啥讲的？过去优待，高大有优待，家大有败家子，手大有好机。优待要害死耶稣，耶稣对优待无反对。无优待耶稣会成就一个历史性的耶稣庙。若无过去的本来都会当成就咱当时佛道的，无可能。所以今日咱来了解过去的圣人，因就是拢安尼受出来。无对个圣人无非，但是伊即个心完全无受到一切人的诽谤甲动摇。毋过呢，咱若一个凡夫。咱会看见咩？咱会看见啊！咱不条，包括咱同学就是这个。所以咧，今日就是因为在家斗这个机会，斗这互相伫这当中啊，叫做磨到互咱这个心会金死死。我想你讲，咱做比，恁咧下过无？下过哦，下过呢？你甲讲起来，咱用米来下对对。下过甚至一定要磨去，迄个磨糊啦。磨的磨到尾变成变成浆啦，变成浆啦。咱若甲比喻，就是变做米，一粒米就掺着一个瓦小小，这粒瓦的这个米的，迄个米的，千万的粒，做一粒。但是伊若要经过迄个磨去到磨过，伊袂当成一桶，袂当成一桶这个米浆啦。若袂当成咱米酒，你要做米粿，要做小粿就袂当做。所以若米甲我，你一粒我一粒，咱就袂当形成要做一个粿。所以因为这个经过这个磨酒甲磨粿，叫做百川汇海同一味，同一米要共一桶的，安尼迄个叫做尼龙无龙啊。你甲我拢相像啊，冲虚风骗法界，但是咱个想象。圣人，明白圣人伊就是咱磨的，咱今日会看一个，咱今日会看一个，真正咱今日会看一个，有甲试看卖咧。我就拄则讲的，境界足悬的苏东坡，伊会看一个，会看一个。过去圣人，过去修道者嘛倒足侪嘛有，但我想讲一句话讲，老和尚脾气大，大法师就是大这物件。如果今日若当修道修到离这个无我，无一个我，无我，无一个我，无这个我，无这个我，咱叫做大我、大我。今日咱知影，这个米浆，这个叫做我，但是到我生活一趟叫做大我，咱大个这个我，你这粒水，你这粒河水。 这粒你若甲下伫外口，对不对啦？你若甲下伫外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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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若甲下伫
连去互迄个日光，甲迄个日光甲吸收掉。你即粒水点，你即粒水滴，若甲入去迄个海里，敢有遐简单就死掉？所以你以小我融入大我，你生活融入大我了后，你去变成成一个大我出来。咱今日有一个自我意识作业中，这个叫做小我。你小我没有办法成了什么器具，你小我形成袂形成一个器具。但是你若甲融入一个大我了后，聪明我偏要改，无简单。所以今日修学到虽然离魔法的世界，这叫做魔法。魔法就是白羊魔法。伫这个魔法内底当中，咱就是真正人到这个所在，但是这层你过去，今日来到这个所在，要结成一个大道。那今日一贯真理，了解凡夫相，适得还相道，了解从各种识的反应者，到这个地位。啊，所以呢，因为拄则讲的，在家毋是唔对，你这个世界。家全世界好好有味道，你唔免着剃头做美工，你嘛免着剃头做微商。因为咱讲社会需要你，你需要社会。今日嘛就解释，全世界人逐人去做微商做美工，比如咱讲，什么人去做，什么人去种车，什么人去做水果，什么人去发明物件。哦，因为世界是一个众生物件。因为我政策啊，过去拢用换的啦，但是咱有即个政府，国家有出迄个银票，迄个支票，金啊换银票，咱用金钱烧交，我用钱买卖，无过去是有义务一换，我即个物件来换你的物件，所以即个世界，就是因为共同的世界，咱共同世界。就是咱每一个人有扮演每一个人家己专业的角色，当然保持着这个世界大家适宜自行，适宜大行。那除了咱适宜自行了后，这是你叫做世界化的生活。但是你世界化的生活适宜自行，各人有各人行业无相像，但是咱有一个道，这个修道，修道，修道。这个道叫修道，因为道就是真理，道是不变的原则。但是世间的人，这个宗旨，道宗旨，这个不变的原则叫偏移，叫偏移。你想这能力，咱看到，咱就菲律宾压过来，因讲即马今日到第4个出来，分析啊，已经第4个出来。迄个第4个抓出了，伊讲伊要起，是毋是咧？所以因迄个压，离菲律宾压过来迄个处罚，一个人头剁起，脚甲剁起，手甲剁起，甲剁完伊面面，敢有遐个啊亲像大人嘛？但是因为今仔日伊就是偏起着即个道，伊就是无道。但是伊今仔日若有道，虽然讲伊过去伊咧台湾，伊是一个外国人咧台湾咧教英文，伊嘛这是个行业。你若今日有偏离你的这个道原则，你今日唔免离菲律宾人压，你唔免伫进目前中这4个已经抓着，要判死刑，唔判死刑，无判死刑，我相信关得到底，嘛有那是个头毛，那是3分。是安尼，因为伊已经偏离道，可能伊有某一个个人利益争，迄个争就产生了夺，叫做争夺。夺袂得就产生了金，啊，伊死就死袂使，用着计谋的手段，因为伊偏离道嘛，伊已经良心了，伊若有道，伊今日袂安尼做，伊就是已经偏离道的原则，伊才安尼做。所以今日修学道，咱个人家己什么人行业，咱就个人有什么行业，你拢去做，忙做唔对咯，忙做不正向的，比如杀生啦，咱只能放去做啦，是做这个骗财啦，还是色啦，
还是财啦，还是抢，还是骗人啦，都反正违背良心的，拢唔去做。但是唯有求助你的生活，求助咱家己的生活。但是，咱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一直爱修。因为这个修道，咱知影，你这个世间发展物件，每一个物件，到一个人一定打，无打袂使。咱话，昨去台中，甲一个林党庙乡，迄个林党的，因为一年外前，通我讲伊个圣诞的迄个厝业，迄个厝业因为伊咱伊个圣诞爱去4000多万走，但是伊当时通我讲迄个厝业，伊嘛我真讲了真大个真迄落，但是当咱伊个圣诞到要结束的当中，这一个月尾，伊去检查了伊个胃内底当中，讲有一个海绵啊。但他们咧讲，因为这是开刀，那开刀咧，因为会袂止，所以因为出方便办了后，即摆第二就3个月伊就无出来。几岁？58岁，58岁。所以咱昨我去到台中房面验了，所以这间厝，阮少年点是讲，哦，这间厝遮好大，伊有钱，因为伊一世人，伊对宜兰。要他去高雄，伊昨个新平的要介绍的对宜兰来台北去高雄去，变他对台中人，所以伊到尾做着留意啊，会趁真侪钱。毋过呢，58岁来离开世间，所有的物件，凡所有上物件，无对象大人，无对象大人，这个道理就明白。所以人生来坎坷，去嘛要差，所以咱要了解。毋过呢，其实足可惜，因为伊今日拼有能命，伊袂晓拼伊家己要需要的物件。安怎讲？拼石头，袂晓拼树枝；拼天顶迄个月亮，袂晓拼手中的明珠。我讲恁听无？拼天顶迄个月亮，天顶迄个月亮拼袂着啦，拼无一你对象袂着，对象摕长你甲讲，对象摕长你甲讲。其实，唯有是修道，唯有是学道，唯有是你真正家己内心世界真正看，迄当是你会晓长的物件，迄叫做道德，迄叫做真理。今日你手中的民主摕行，天顶迄个月亮你摕袂行。所以呢，咱既然来到这个世界，毋是伫到庙寺斗道人修，毋是讲今日离咱家己无道人修。毋是这个道理，咱今日在座的老菩萨，为了修30年，为了修50年，当伊达到修什么大仙？你想咱周经理，你成就泽恩德音嘛，泽恩嘛吼，泽恩大仙，咱经理成就什么大仙啊？吼啊？玉德大仙，是毋是安尼？咱当前人呢，咱当然修到了，迄个做二手大仙了。哦，所以毋是讲今日迄个大仙是咱中国人在讲。如果拿离道上来讲，起来叫菩萨，迄叫菩萨。你问听，哎，这大仙尔，大仙因为这个咱的名称就是讲，真讲细细，阿里阿多，含球，安尼是毋是咱同一个细细？哦，伫印度咁叫做菩萨，叫做佛。哦，菩萨叫做佛，因咱叫做菩萨。哦，这叫做因的意境，菩萨佛。其实咱的大仙啊，差不多讲菩萨的意思。哦，但是名称无相像，但是意思拢相像，意思拢相像。啊，所以希望讲今日伫修行道内底当中，毋是讲起遐靠道人修来照顾道人修，但是今日。咱应该了解，修道毋是伫对一个所在，是咱即个心。哦，所以来讲，若要修在家，亦不有在世，在世在家定业，如同方言的心情啊。在家来讲言，就参像西洋人心情像，在世不能修，如东方人修恶；在世若不能修啊，如西方人的修恶。你在
是小，你都唔信我，就参与了，这心情上。所以但心求真，即是自成西方。当然，这句话就是个时阵啊，咱读做。但心求真，即是自成西方。相比对，一只心，咱只心怎做复杂？咱未来讲，哦，迄个人做复杂，迄人心不单纯啊，迄人心真乱。像咱人变得忧郁，咱人是变成到会躁症，因为伊想过头想济，伊放不下，伊放袂下，是毋是安尼？伊放袂下，伊放袂落，是安放袂落啊？伊怎会干？你去放下简单呢？你放下啦，上较几个啦，莫想遐济。你甲讲，伊愈想愈济。这个唔是讲你叫放下就放下，我这个物件甲放下简单嘞。譬如你心内世界，你贪嗔痴，你下偌久啊？你逐万外年下到这贪嗔痴，你下你的心，你甲放袂下嘞，你要放啥物下？唔是啊简单嘞。你这三个惊人来说说的吼，有可能撇袂嘞吼，这啥背倒倒来嘞？那你这心要哪飘你讲？但是真正热心、用心，真正你家己爱行的落去，爱无甲你遮无心，叫做成就；无甲你无心，无敢计较，无敢比较，无甲人计较，无敢比较，你有法度接受？咱拢是叫唔甘愿，我唔甘愿，迄个唔甘愿就涵盖一切。其实就是唔甘愿，就是这唔甘愿反映到别个煞，真反映。若要办一件案，你今仔日一件已经有了，完成要等3个5个月才再调一届。为了咱讲，你知无？一个案要办甲看落来，办甲这案1审、2审、3审，就到高等法院了，才会出在人。咱华爱上迄块土地，为着重要的代志做惊人，惊人呢？啊，这足简单的物件，大家讲啊久，伊就行久。伊讲我都毋知办恁的尔，你讲挺有意思。你今仔日去到法官，你袂使看先嘞。我若办较紧嘞，你差不多拖久，你办你上看会歹。咱要去甲看嘛，想讲吼。对咱就好，少后生看咱无好处，咱嘛是惊咧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伊上高呢，啥上高？说了算。所以今日咱人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有一个唔甘愿，甚至我哋看落来，看到你赢，你欢喜；看到输伊嘛甘愿，伊敢有甘愿？敢无看人人拢甘愿？无啦，看人无人拢甘愿啦。所以社会永远是袂甘愿。为是哪？为是想到你家己心，你会变个当会感觉。所以金风经第23条讲四法平等有苦下，平等这个叫做感觉，平等这叫做感觉。无平等袂感觉，你若失做你无平等，永远你袂感觉。但是无平等会感觉，无平等袂感觉。平等就是道，平等就是清净，平等就是无了。所以呢，但心清净即是自性的西方，讲啊对自性，西方伫对，伫咱的心，心能作天道，心能作地啊。而且你用你的把清净，所以唔免去作远去找迄个修道。毋是伫西藏对一个所在，达赖喇嘛对一个所在，毋是伫即个内底伫对一粒山，毋是对一个世界，毋是伫你当下，迄个就是啊。所以透过即个因缘内底，互咱知影讲，真正修行毋是作遥远，你当下，一定爱有尽量毋通要去对找啥物件。规公有问，规公的规矩出在门啊。在家如何修行，原为教修。那你讲讲，你家己来当修行，你唔着甲我修，修
我了解所见的人哪会心，我今日就是唔捌。你有叫我离家乡，因为咱过去，那你甲做会员迄个时阵，当朝的时阵，是因为离父高乡性命的时阵，所以迄阵离当朝的时阵，咱知影，迄阵的迄阵的时阵佛教上界方便，所以迄阵六祖会员，迄个时都出世迄个时阵，每个时阵六祖会员就讲，你要修行，你爱管你事修了，毋免就一定你庙师，为此事伊会想讲，免免修理，本就是庙师哪有本咧？啊，离阮兜哪有本啊？应该是离庙师修，毋是阮兜咧。啊，若按照阮兜你教我是要安怎修理，甲我讲。伊即个意思就是安尼啦但未到上师言，咱六祖面就讲啊，我以大众说无上颂。我甲你讲无相颂，无相就是讲，就是画像要有理，无相的破相入理。我甲你讲这道理分尔但伊修行，你若当依照我甲你讲的，这无上上的道理去，上因无当处变，你今日修的道，甲我修的道，拢总无差别。啊，你若离开我讲的这道理去，你今日咧修就是和我有差别，所以若不作修，你若无安尼做，伊甲你讲剃发出家，何道有道会？那安尼当中呢，你若无照我甲你讲安尼修剃发出家，有道会的。只是你三千的烦恼丝剃起来，伊就发起来。咱学校讲超过21天才20天就剃一摆。若经过20天，就规个头毛送起来这话要来泰国来个剃因为你安怎剃，伊安怎办，安怎办？伊现在讲起来，含这3000的烦恼丝无关系。修是含这个3000烦恼丝无关系。是因为咱咧剃头毛时节较整洁，安尼尔伊安怎剃好法，所以毋来讲剃发出家，合道有啥关系呢？有道好业，合道有啥关系呢？有啥益处呢？所以即句话就是安尼讲啦好来，咱今仔来讲一段上愿，心平何如乞丐？心平何如乞丐？平定何用修祥？平定何用修祥？温积好用无？温积好用无？义积上下相邻。义积上下相邻。用积尊卑和睦。用积尊卑和睦。任积众恶无酸。任积众恶无酸。玉林众目出慧。玉林众目出慧。不离定心红莲。不离定心红莲。咱一般先来讲啦上法，因为咱拄则六祖，伊讲，我要甲你讲这无上颂，无相颂啦无相颂就是咧讲这个这段话啦上法，心平何如乞丐？真重要。心平，你要改哪？要改哪？因为咱的心就平要改哪？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比喻，因为咱人拢总无差啦，你回来检查，大家拢好人，你回来检查。咱西方极乐无歹人，咱就有将军啊，买将军。牛马将军，牛马将军是北角的阿典犯罪。咱连入境，关于甲迄入境是安怎犯若无迄犯人回来入境，意思你听无？听啦咱这个世界人拢好人无歹人，你警察要创啥？警察嘛无路用的，因为情况世界无歹人，你同你着亲近世界人无歹人你连警察要创啥？因为就是讲，今日你的心，咱的心平。这个平叫做平心，
平心，这个平心，这个平心就是心心，叫做清净心，咱老会叫讲。这个平心叫做清净心，所以这个清净心，就是无念念的心，无染着，无念到心，有念到心就是无病。所以人讲一句，你心平路就平，你心胸大，那路就大。你的心若平，你这路就平；你这个心若无平，你路就无平。所以是安怎？佛陀拄则讲《离经王经》第23本来讲是法，是法，这个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佛陀离经王经因为第23头一个就讲这个法，这个法是咩法？我咧讲这个法是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平等。这个平等无悬甲无低，无长甲无短，无是甲无非，无你甲无我。我这个法就是讲这个。啊，无有高下，就是无悬无低，这个叫做平等，这个叫做平心。这名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叫做无上正定正觉。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讲这物件。阿妙多罗叫做无上，三藐叫做正定，三菩提叫做正觉，叫做无上正定正。这个无上正定正是个讲什么道理？这个正觉，咱今日咧修来说，这个叫做阿罗汉所得。阿罗汉，阿罗汉伊修着正觉，这个菩萨修着正定，佛修着无上。因为阿罗汉伊修的正觉名，伊无怎要去啊，所以阿罗汉叫做独汉。阿罗汉叫做独汉，叫做独汉。所以一般都咧度人叫独啊是辛苦，因为咱要修一项，要修正一项。所以因为今日咱爱搭一世界去咧度人，去咧功德，去咧度人。比如日本的莫弘明先生，伊去敲18班，现在应该这个这样讲，因为伊虽然我知影正我修得足好诶，得足好诶，我已经跳出了，我已经跳出这个那个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我已经跳出这物件，但是我得到正觉，我得到阿罗汉的境界，但是因为我无做好众生，所以因为我毕竟阿罗汉，所以阿罗汉叫做独汉。所以咱常一句讲，18罗汉得一罗，18罗汉共一罗。咱菩萨一尊菩萨一个罗，因为讲，因为伊有伊的罗下，但是18罗汉得一罗，罗汉卡，伊无合合，所以伊咱得一个罗。那伊这罗内底当中呢，因为伊叫做独性自心，独善。所以呢，伊无得去，所以伊也得到正觉。毋过呢，菩萨得加一个正定，伊嘛知影讲，今日我得到这众生作者无去度别的差，所以这个叫做菩萨，叫做菩提萨埵。咱头仔捌过讲吼，菩提萨埵，咱离心经内底叫做菩提萨埵。菩提萨埵简称叫做菩萨。这个菩提叫做觉，这个萨埵叫做有情，有情众生，所以叫做觉有情，安尼意思。啊，觉有情，因为你今日自觉觉他，安尼叫做菩萨；自觉觉他觉行无圆满，叫做菩萨；自觉觉他觉行圆满，叫做佛，叫做无上。无上就是讲无人比较上。啊，这个叫啥啦？这个叫做平等，叫做平心。心平，就是咧讲啦，讲这个心平就是讲无上意思。心平就是解释无上意思。那各位，你有感觉我心平？我就是要物件，我袂简单。
除了这个插头以外，什么人会点燃？但是咱点燃是点燃啊。善恶有善，到恶，这拢毋是无相。哦，不属善，不属恶，那是无相。安怎听意思？就是善恶，这种叫做世间法。那跳离善恶叫做无相，叫做世间法。不属善，不属恶，是命啊！你本来讲，六祖明先来讲，不属善甲不属恶，离善恶的内底，毋是无善恶，离善恶的内底当中，你无执着，你袂因为善恶，我作气，善我作欢喜。那你恶善作气，恶作欢喜，安尼叫做哪？你的心拢无清净。你善恶你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，但是你无诚心，你达到无上境界，无简单。啊，那安尼你已经达到进迄个意境内底当中，你要改哪你讲好？你要改哪？我当然改到无改啊，改到无改啊，什么人要改？我平顶嘛要改，要什么改？但是问题咱叫会改，所以你佛教三合界定位。伊这个三合界定位，是讲啥物件？佛教伊个三合界定位，哦，他七，你佛教三合界定位是咧借物件呢？咧借三物件，界他，边界七。非界七，伊三合界定位是界这物。啊，你已经超过着，你超过边顶也无界定位这观念啊！你已经是边顶啊，你何来界？安尼讲听，这个界就是按照你世间嘛，因为你有这个界就是有通，你有这个顶就是你有这个七，你有这个位就是你有七，所以我用着界定位，大家。哦，要甲你解通清楚，所以咱六祖为讲，自性无非，自性界；自性无乱，自性定；自性无什么自性非，不增不减，自金刚，心其心来分三脉，三脉叫做正正修意思。自性无非，自性界；自性无非。自性界，自性无乱，自性定，自性无起，自性非。安尼讲听，六祖大经后壁讲的，不增不减，自金刚，不增不减，迄个讲啥物件？迄个讲这个平心，平心，这个不增不减，自金刚就讲这个平心。心起心来分三脉，三脉就是讲叫做正修。叫做正修的意思，所以正修就是讲叫做变的意思。正受，你不是偏受。咱今日只要修，咱修的拢是正修，咱修的拢是正量、正能量。你今日你袂解脱，所以今日你的心就是心变。六祖来讲，今日咱修学道，你要靠这个心修啊，你这个心会变。那安尼你好来解，是毋是安尼？好来解。你比如比迄老师较无，你请老师要创啊？你用比这老师较无，你请老师要创啊？对不对？你心无病，叫医生要创啊？你心无病，叫医生要创啊？他妈多此一举。哦，啊，你都拢无想位啊？你要改哪？改头一空的吼。所以你一定要了解，六祖为了甲你了解这意境，就是讲对咱世间话的意境，甲你扭出世间法。所以后壁就讲这物件，这个叫做世间法。行德可用修祥，这个不会拢修祥。行德，德就是心。你修什么祥？什么叫做祥？祥叫做德心，祥叫做如如，祥叫做这，祥叫做如如，祥叫做德心。啊！你德心就是如如，无德心，我心哪出了一个问题？啊！你人买一条保心，
所以咱较早写一个姜太公钓鱼迄个故事，你听无？冤家心高，不冤家回头。宁可直中处，不愿曲中求，有即句话无？哦，是啊，有即句话。所以今日姜公收拾台湾，要钓一只大鱼，分哦。但是因人生气了后，迄一寡百姓了，我逐姜公安尼钓，在二水三寸，2岁3岁讲迄个所在啦吼。冤家心高，不冤家回头。宁可直中处，直就是有这个心。不管曲中游，曲就是讲啦，曲就是讲这个心。曲嘛，曲嘛，曲就是曲花心嘛。啊，咱是咧钓鱼，是毋是用安尼钓？啊，钓迄是你咧设咧陷阱，啊，伊来遮条扭到扭钓咧，对不对？迄是你用陷阱甲扭起来，毋是伊甘愿要你扭起来呢。啊，人姜讲人是用即支钩是直的呢，人是袂钩，是你甘愿要加我扭起来呢，毋是我硬用设计甲你勾起来呢。爱听无？即个意思就是讲，今日爱看入去。文龙当然伊是好顶的啦，伊就听到名，甘愿甲姜公头抓车。哦，因为甘愿甲姜公抓车，伊知影。姜公即个人是一个真正无简单的人，所以咱知影姜公是有名来。所以咱的时阵啊，吼大尾有就掉，细尾啊吵跳，大尾是文龙啊，细尾是这白蛇啊。哦，这个意思就是咧甲你讲，讲今日你要了悟到这个上的真理，唯有是伫心，上的真理是伫心哦。所以咱有兄弟就用修禅，你修禅要创啥？你一个心理修禅要创啥？啊，一个禅，你有一个修禅来，你心搁乱去啊，你搁无禅。所以咱讲执啊，执着的执啊，哦，这个执是禅的大病，这个执是禅的大病。执着啊，你是禅无落。因为执就是禅的大病，禅就是因为执着，我想袂好势。你执落啊，你心愈袂安定，愈袂住。所以今日咱来知影，兄弟要用修禅，那你会当伫心内，你来修禅，毋免。咱讲咧，什么？要坐什么禅啦，改什么定啦，要创哪位啦？其实六祖病来讲，你想是一种啊，用是用功夫恁听啦吼。为禅换顶，什么禅顶？也好，你今仔日心里袂安定，要安静，你家己遐稍微做一下，内观一下，这就是唔好。但是它不是解脱，因咧讲。什么叫做禅？禅就是要戒心一处，要戒心一处。禅要戒心一处，要互这个心戒心一处，这一处地。但是问题，咱今日变成安怎呢？禅到尾啊，变成走火入魔。有足侪人坐到尾安尼起笑，恶鼻念，去啊，像今日啊。电视要咧播，迄个太太来讲，因咧创老讲讲啊，过去一年尔，我就是离婚，我结果为什么不用哪位？我创一个讲个时阵啊，我离婚个，随离婚倒来遐个袂好势，请神医送神，敢是无好送。但是因为今日咱戒心一处，咱今日爱了解上边定义对是错。咱今日也喺咱的生活中控制，透过着哪？透过着禅，透过着戒定，透过着一个方法，叫做方法，可以，但是不要执，不可以执。你执得到的，无论你咧坐哪，你就害去。我来做个比喻，我困袂去，
我困袂去啊，我一日爱困了，强迫我心境哦，强迫我这个心无停过，我这个心因为就困袂去啊，好不跳。我食一心脏药啊，强迫我这个心脏无停过，忙就咧跑不跳，但是量你定好，有帮助你困袂久，因为用这你这个心，互你这个心会当安定了。但是，明仔载后面无只会使咧，明仔载后面无只关在是迄个物件过来，所以叫咱愈食愈重，愈食愈重，愈食愈重，后面呢，上个重啊，就是你一旦行出了这个大世界环境，心放唔对，你家己要安怎安住，要真的要对你家己内心的世界去健康。你是毋是安三五话跟你讲迄个？我现在忧郁症加些，躁郁症加些，世界袂相接好，会了是困眠药、睡眠药，世界上袂相接了就睡眠药，敢是安尼？所以大家就是拢在这地方总有问题。所以人来讲，要行得好思想，这六组袂用甲你教，这个生活可以。但是到了第三步就甲你讲，本质考验无好，这叫做对世界法触到出世界法。咱就一定要了解，本足重要。第二个，咱即个父母有温无？父母是咱的根，一定要了解。父母是咱的根，这丛树啊，若什么根，这丛树啊有无生。你今日去上课，你若对父母不好，你若无父母的观念，你免上课。因为怎讲啊，就甲你教，这唔好安讲。所以对父母的当中，父母就参像咱一尊、咱两尊的菩萨形象。今日咱两尊的菩萨，咱拢有友好啊。你去友好什么人？你去拜什么人？所以讲，不敬父母，而敬他人，是为背德，是为背礼；不孝父母，而孝他人，是为背德。那安尼当中，咱对父母就拢背啊背。因心，这个叫因，因你这个心，因为你就是你父母把你生互你的，这个叫基因，这个基因。当然呢，因为这个基因，你这个心就是因有这个因你老母的基因啦。那你老母的基因互你了后，今日你会当长大成人，你会当。伊即个社会，你会当成就是啥物人互你？是你父母。所以我想讲，一个大企业家啦，伊绝对你无看到对一个大企业家对伊的父母不好。我台面我过去嘛，我讲，伊一年拢一定爱找一个时间，带伊的太太，伊的太太真真心伊过去太太死啊，怎有要生三个？带伊去到对着欧洲，随后对着佚佗，因老母。一定爱杀因老母做，杀因老母做。曾心怡爱顾三囝，郭台铭爱杀因老母，这叫记者，叫迄翕图。所以人家讲一句，一个大企业家，他的成就，绝对他不会回应，伊绝对会回应。所以人讲，你要成功，你一定爱拜两尊菩萨。爱拜两尊菩萨，这两尊菩萨都是你的父母，所以因即孝父母，这就是足重要的物件。我想讲，老爸就是天，老母就是地，父母就是咱的天地。你今日对你的父母、对天地不敬、不忠、不义，你要受你在义个人。所以我今日看到电视啦吼，有影吼对你父母。你是哪？咱就讲啦吼，甲父母当作比较亲生，甲父母当作是迄种无路用啦。像迄款的物件，我着较早讲一个故事，啊，咱这是讲中啦。好，因翁死了，因老母是4个囝。好，下先讲一个月，到尾食半个月，香肠尾食半个月，半个月来1礼拜，1礼拜香肠尾。来到尾啦，大家
个参详来养老院，食个出钱出边一个养老院，大家也免辛苦，老母要去无？今日去四个囝要甲老母出钱，互老母去养老院，等老母要去。其实即摆我起起来，你个财产我分互你啊，你即个人看出去啊？伊安尼讲，你爱靠人照顾，啊来迄个落，医疗方面咱较专业，好，讲甲绝对离婚。其实，迄是囝要甲送，用着足济方法甲骗老母，老母讲安尼，人即间厝伊看啊老。你这囝我饲大汉的，这阿孙的我骗大汉的，我进老你嘛送去养老院，这我拢袂当看见。迄个感受安怎感受法？迄个安怎感受你来看？所以无法度我送。送伊老母是要看因厝，要看阿囝。囝毋爱老母绝对袂讲无爱囝，伊嘛想要看伊囝呢，即马生做安怎？啊嘛想要看一个阿孙的呢，敢是安尼？一个月去来见一届，2个月来见2届。有一个当中，管理人员知影迄囝迄个钱干到，老母讲：阿婆，恁囝明仔载来看伊啊，囝明仔载来看，老母偌欢喜呢，透早就缀咧洗头毛啊，那想讲要看伊的爱情，看伊囝仔看伊足欢喜，摕会知等下下昼，等下下暗，等无人，问迄管理人员。我囝要看再无来，恁囝若天若要等伊，目屎哪流？恁囝若天若要怎等伊啊啦？目屎哪流？有一个这话咧传传因囝身上，人讲恁老母伫遐等你，要看你，要甲你讲话，是安怎你无去？我若去伊就想要我倒来，伊就差要甲我倒来你，我若要去看，就袂甲我倒来你，心我硬无？这个社会好，真正爱热心，社会爱靠，互这个少年啥今日去老爸老母是你经验，你安怎大汉？甲你饲大汉？安怎饲大汉？若安尼这个想法吗？若安尼这个想法啥吗？讲较到这个心一个魔鬼，毋是我今日去来讲这个，事实这个社会事实靠着一个人靠着，若无教育，较实实。真正无讲理，伊迄个当中，我看着电视，一个老母甲带北海阳台，甲烫衫烫，北海阳台带，迄个市政府的迄个什么安居之家，吉恩之家，去甲看，到北海阳台啊，烫摕老母呢，迄伊是会当，伊个新妇甲北。坐去名嘛，我讲因老母足侪理由啦，所以免安讲，因为咱做拢毋对，所以时间互伊感受啦，稳，咱一定爱低稳，稳就是你低稳。你今日若无稳，什么拢袂讲。因为是啥？道中前好者，接落来，咱过去咱就点书，甲因引导，甲因栽培。咱心离咱核心单位，咱今日对咱核心单位，咱完全是上感恩甲回馈。你今日离这个环境修袂成，你怎我要修成？你甲我讲，过去离开咱核心，这人你讲对一种修到听来无同，你甲我讲，你一个好甲点放来，绝对离社会绝对无。所以今日。先天的背叛甲后天的背叛，绝对拢无好，这点要了解。义即上下相连，义这个义，兄弟上下互相联系，咱就看到较早有一个什么人呢？有一个迄个美服案美服啦有一个美服讲物件这安咱来记咧，兄弟四强，咱哪会记？因为
3、4个兄弟咧开活动会议吼，啊一个第4兄弟叫做黄明德了，叫黄明德啦吼，第3是叫黄明德，啊有一个叫做黄明信啦，啊黄明信、黄明仁啦，啊一个叫做黄明华，啊因为这个第4小弟，这个有着财产。因为可能登记成啊，即有咱无龙凤啊，有咱搞海啊。啊，美湖案因为当年因老爸过去，有咱有娶几个某，啊，这几个有咱是，毋是同一个老母生啊。但是有着财产分袂平，因为当然佫有一个迄个黄明华，伊基本上来讲起来，讲袂成了，伊早请，伊早对迄个啊，对迄个黄明华开枪咧。但是迄个山地啊，去要甲走，有咱对山地啥开枪，9月就出山。迄件代志哪几年前尔，哦，迄个兄弟4强，美湖大饭店，应该有嘛？你若网络个，你若 YouTube 你个设定美湖饭店，兄弟4强，因为伊就，哦，迄个拢做出来，兄弟为着财产，哦，小赔有无？小拍有无？小台有无？冤家有无？你想拄只3个兄弟，美湖饭店是台湾是5千几个饭店呢，是伊内底有足侪关的企业呢。我听讲有伊的财产有几百亿，那怎办呢？伊有义无？有义无？义来讲起来，叫做正手甲倒手。倒手看无法，正手来看，正手看无法，倒手来看。这叫做哪？这叫做义。但是即摆呢，兄弟相告，兄弟冤家，兄弟冤家，兄弟相告，受伤上大什么人？爸母。老爸、老囝、老爸若看到囝咧冤家，若看到囝咧袂好，老爸心就残强，倒咧因为拢共我的，是毋是安尼？拢共我的。虽然讲一句话讲，兄弟若袂好，啊交友就无用。有一句话无？兄弟若袂好啦，啊交友就无用。所以因为义即上下相应，咱有义，即个家庭义上合爱相照顾。所以我想咧学到阮这工人吼，因这大哥吼，甲伊，我若去遐吼，因咧遐是做老师讲，伊要甲带收到吼，迄伊的过程。你遐个怎好个来？阮家大哥你是做好个，当收养，而且讲一个较歹个，可能比恁收得较。当然，咱讲话是无错咯，咱讲话是轻声细声，咱讲话袂学袂批评啦，你袂。所以你社会要找较善良嘛，真少。哦，咱真正要讲良心话。哦，伊要去台北，即摆伊台北开不了，只能去哪里？伊要去泰国，泰国钱开不了就桥的，咱无要寄到我遮来，咱个义嘛，咱个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兄弟有好，逐个我就去找，我当然兄弟较好。讲人迄拢是人要相处，拢就是哪，传统老辈，啊，咱咧相处拢是哪特别像。所以兄弟要想安怎，毋是遐简单，但是咱要去培养，真正要培养，就是一个哪，互相包容。因为兄弟叫做包胎嘛，包就是共一包嘛，老母生出来共一包嘛，无互啥骗嘛。但是呢，兄弟拢为财产。内底啊，反面思想，拢为财，本来是足好，兄弟足好，但是因为财产分袂好势，我毋感觉。兄弟都好，但是有点在不对，东西计较，造成了哪兄弟到尾嘛是有咱即个问题。所以咱若做来讲，这种叫做咱修道道理。咱今日讲到对咱点来，咱有义无？咱大家好心。上主，咱大家好成的家庭，咱伫好成内底，大家有计较，大家比较无？咱大家有批评是非无？大家有讲当底无？大家有互相制裁无？其实拢同一个人，讲来拢家己内底。
迄叫做哪？花晒花对天哩过来，花对天哩去南大到南边下去，敢是安尼？所以你囡仔徛伫一个生命中底，咱若徛伫一个一切当中的中，咱做好事。好，这个好叫做哪？这个好叫圆满嘛。成叫做哪？大家做心实，做成分。好叫做圆满。所以《论语》讲讲，内其用和为贵，先让知道所有。咱是安尼，所以呢，好成大家团结，大家做合作，大家一个月成绩，咱就有甲你袂用紧 ，OK。所以今日爱就是咱好成的真理，安叫做理即上啊上理，用即准备好目，用准就是权，备就是义。今日咱修学课内底当中，无准备这个观念，我伫泰国较早修行去到的时阵啊。泰国，看到我泰国办到遐人，目屎怎办？风景景的，阮菲律宾吼，办遮好，办好啦。泰国哪外国遮济，但是我讲一句话，恁泰国、恁菲律宾准备，因为看遐烦恼，看遐就是烦恼，恁就是人，看恁就是人，看恁就是做，看人就是白，看人无起，迄就是用人。你甲当作用人，伊会甲你做好嘛？伊会甲你先嘛？你自早你家己设有一个计算人内底，看人无起，你看伊无起，你看伊无钱，你看伊烦恼，伊会甲你收学倒嘛？对不对？收学倒你自身了死，因为无准、无贵、无正，平等的，无卑、无准的，无这物件。但是咱今日来当体谅，咱今日当包容，咱今日当真正有迄个度量。到处准备的观念，哪有一个烦恼甲无烦恼观念？我去到泰国，泰国我父亲，较早安16岁，你当时迄是5年，迄我伫昆蒙甲救出来了后，进40外，进一间经济好，环境好，阮祖囝迄毋去，连续5天伊开车办红，本来伊拢开迄款旅游车，咧专门载人客，去对所一工4500。2天就是9000，在地对着咱抽头，但是甲我讲，因为伊要家讲，伊讲要甲我倒去，伊讲我找有机会，因为我过去后日16岁我拖出来，今日伊就教育教出大，无因为伊可能会大意无，我过去我甲讲过，什么原因？因为咱无甲看做是悲，咱无甲看做是伊是。泰国烦恼，咱无甲看准是伊无现，16岁你甲考出高，9月甲伊即个才成绩，伊会感恩袂？所以这个变得较好啦。所以有一个准，有一个弊。所以用这准备好，用这就无选，用今日大家一定爱啊，什么代志，小不紧，即轮大步，什么代志，大家先讨论一下。那安尼当中呢，足有无选。足恶无恶的人去宣传，就是今日我无怨，即句一句咧出来，咧出，我讲互你听，你讲互伊听，伊讲互你听。到尾啊，这话呢，大乱，用人中国除了物理领先方面，咱今日来当照顶悬，先便何如期待，行德要有修祥，稳质好有父母，义质上啊相连。用这准备科目，认真足无选，咱哪会当一直照这一直做福智慧意思，就讲你不断的，你在钻入虚火，你若较练两个啊，会断开的，会花的，你着不断的钻福出来，会结起，可能较烧起，敢是安尼？意思咧甲因教讲，咱今日咧做这项，不断一直做，莫做表面的啦。这实在啦，做不出就讲你一定拿迄个火咧转，你若转到无迄个热度，伊会倒袂起啦。你不断去做啦。那咧物理定性方面，虽然你一个物理内底当咱下生出了高马来描绘出来，虽然你一个环境的世间，你这个世间的社会，伊会当出生命。物理就是咧讲，
这个幻想的世间，方言是咧讲足多贵的物件。这个比喻就讲，伫幻想的世间，伫这个世界内底当中，会当成就生命显得出来，唔免就比较描述。结果就是意思。啊，时间已经到啊，吼，后壁咱继续，咱后半，咱头仔来讲来，讲咧到这吼，时间啊，我头仔再继续一下，已经9点过3分钟吼，啊，是到当中呢。咱感觉收到真正毋是爱记这个所在，符合了别的世界。咱别的世界在咱的世界，能到这个所在，哦，这是为了做，为了一直在教咱的教育，对世界法，咱会当修到出世界法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众平起。感谢父前人慈悲前大律公，坤大律公，毕班向无极老母前三鞠躬礼前大律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感谢父前人慈悲鞠躬，坤大律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感谢父前人慈悲鞠躬，持驾向无极老母前三鞠躬礼前大鞠躬。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持驾前人的鞠躬，上驾父前人的鞠躬，持驾点还水鞠躬，坤大臂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持驾前人的鞠躬，上驾父前人的鞠躬，持驾点还水鞠躬。好，大家晚安。他们谢谢啊。